来继续要来讲，甲本所的网名单调，环保署来设一关区一环保夜市。环保署就要改善夜市啊造成的污染的问题，为7月开始来推出着一关区一环保夜市的计划。各县市拢来选出着一个夜市啊，推动环保的措施，包括来减少着免洗餐具的使用，包括来加装油水分离器等等。尽管民众认为这个难度真悬，也毋过环保署认为一定要踏出一步，安尼台湾的夜市啊，才会当来摆脱着无环保的恶名。是夜市啊，食小食，就业假期美食天堂，台湾夜市啊，人有够多，也毋过却是出现一地啊一地大量的粪扫。好享受美食甲环保同时共存，环保署将于7月份开始推动一关区一环保夜市的计划。我们希望呢，各个县市呢可以先提出一个示范的一个点，然后透过这个点的一个示范呢，我们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一个各个夜市。环保夜市的初步标准包括设回收桶、使用环保碗池、到空污防治设备、油甲水分离器，以及提升公共便所清洁度等等，环保署会补助。像台北市的这个宁夏夜市，就是使用这个环保的餐具，就是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免洗餐具。那空气的部分，它也有装置空气的控制的那个设备，好油烟的一个设备。环保署打算伫6月底前，和各县市选出一个环保夜市啊，提出相关的计划书，并且为7月份开始推行。希望讲年底进行评鉴的时，都有初步的结果。